土库曼斯坦是位于中亚西南部的内陆国。这里有中亚最大的沙漠卡拉库姆沙漠。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连接东西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时，曾派副使访问这里。从此，双方往来持续了2000多年。如今，两国人民以马为媒，继续谱写着中国与土库曼斯坦两国友谊新篇章。大家好，我是帕拉哈特·杜尔德耶夫，我是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阿哈尔捷金马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就像中国的大熊猫一样珍贵，它的身影无处不在。在我们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以及在其他土库曼斯坦的城市，有很多马的雕像、马的纪念碑。它是我们国家的荣耀和骄傲。全世界的阿哈尔捷金马只有几千匹左右，其中大多数在土库曼斯坦。成年的阿哈尔捷金马具有出色的速度和耐力，在平地上的时速可达50-60公里。在沙漠干热气候下，它们的奔跑速度和持久力更是一骑绝尘。在1935年，他们曾创下纪录，从阿什哈巴德到莫斯科4300公里，他们用84天跑完。我是中国马业协会的秘书长岳高峰，我长期从事马文化的研究和马的保护工作。汗血马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从《三国演义》中生如火烫、壮盛雄伟的赤兔马，汉末出土的铜崩马，到唐太宗昭陵6骏中立过赫赫战功的石筏赤，再到宋朝画家李公麟《五马图》中的赵夜白，都是根据汗血宝马的原型进行创作的。中国关于汗血马出汗血最早出现于《史记》，大体上有几种说法。第一种，它的皮肤很薄，血管发达，在快速奔跑之后，血液流动就更容易被看到。还有个说法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汗血马的毛色都有金属色，比如说有一种红栗色，奔跑完之后马出汗了，就看起来它这个色彩是红的，是血色。在土库曼斯坦，阿哈尔捷金马不可以被交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送给最好的朋友。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中国一直是土库曼斯坦的好朋友。我们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故事中的主人公登场，共赴和美之约。汗血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它是中土友谊的使者。掌声欢迎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帕拉哈特·杜尔德耶夫先生以及岳高峰秘书长。欢迎两位，请坐。大使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20多年前就曾经来中国任职。我想问问大使先生，今天我们有可能能在现场感受到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国宝级的汗血宝马吗？Ну, я думаю, сейчас наступило то время.Когда показать вам？ 突然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这匹汗血宝马。
我的天哪！我此刻看着他，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像梦境一样的感觉。当一匹真正的汗血宝马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那种震惊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太漂亮了。哎，它有名字吗？它叫金钟，金尊。对。На ее шее, на груди вы видите ту торжество единения того, на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 и животные могут быть близки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我们有可能近距离的看一看吗？Да. 放心吧，没有问题。哇，走。您让我自己过去，我还真不敢。哇，哦，走到跟前才感到这个高大哈。大使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汗血宝马，我听说传说中说这种马的脾气也比较暴烈，是这样吗？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каждая лошадь, каждый конь является уникальным, ну скажем, существом, да, и у каждого коня есть свой характер. 他现在这个状态是有点紧张，是吗？有点开心，加略微的紧张啊，有点兴奋，有点兴奋。萨老师，我可以教你几个跟马互动的动作。好的。我们站在马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手抓住这个绳子，然后胡萝卜放他嘴边，哎，他会拦你，啊，他会很依赖，他会给你一个拥抱，他会用脖子给你一个拥抱。对，你可以试一下，我要跟他拥抱一下。试一下，在这个位置啊，哎，就是身子再往这边侧一点，对，胡萝卜在他嘴边，哎，再给，哎，对，给他就可以了，对。他差点把我大拇指咬掉了。沙老师，宝马就在眼前，您不想上马一试吗？你不想骑马上个班吗？您应该试一下。你可以先过来，先上来这边，抚摸它一下。放松，你看，感受它的温度，感受它的心跳，能上得去吗？没问题，您听我说啊，安全。好，抓住桩头。好，左脚踩住这个地方，踩住脚蹬，往上跳一下，3、2、1 ，OK。哇，这马骑上去真高啊！哇，骑马的时候双肩打开。大兄，您现在骑的不仅仅是汗血马，骑的还是文化，骑的还是历史，骑的还是英雄豪情。那我还是下来吧。你是把我吓着了。没关系，我带您走一圈。哇，没关系，对，坐住。以后我出去也可以吹了呗，我也算是骑过汗血宝马上班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和生命之间的纽带，虽然我知道对于他来讲，我还距离和他融为一体相距甚远，但是当你努力想去做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您会觉得真的和他之间能建立某种联系。我再感受5秒钟吧，静静的感受5秒。谢谢金尊，谢谢金尊。我们回去坐着慢慢聊。OK， 再见，金尊，拜拜。汗血马是因为在中亚那种绿洲沙漠那种特殊的环境下，才能长得这么高大，长成这个样子吗？正是因为在沙漠当中，绿洲很稀少、很稀缺，所以说对于马的调教生长，它跟人关系就更加的紧密。离开人，这个马可能很难生存，但是我们人离开马，它也无法生存。对，而且就是像中亚绿洲这个地方，不光是像刚才岳先生讲的这样出这种马，它从人类历史上来说，也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往往为人所忽视的作用。这作用在哪儿呢？对外贸易、交流、对外交往。对，
交往对象刚好就是那几个大的文明，比如在黄河流域啊，在印度河流域啊，幼发拉底河流域啊等等，在这些地方会出现那些原生性的出现那些伟大的文明。如果没有中亚绿洲地区的存在的话，这几大文明有可能是各自孤立发展的。对。但因为绿洲地区的存在，反倒人类自古以来就是被连为一体的。他们成为了穿起珍珠的那根线。对，没有绿洲，实际上就没有我们现代的整个文明的发展。这时，我觉得所有的文明，它的诞生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比文明的诞生更伟大的是文明的交流、文明的交流和共融。对，直到今天，汗血宝马仍然还在成为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很重要的纽带，包括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直到今天，汗血宝马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点。我知道土库曼斯坦和中国之间，有过3次是将汗血宝马以国礼相赠。对，是的。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и наш один из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ов туркме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это эпический герой Горкут Ата. Вот он в свое время сказал, что я не буду тебя называть лошадью, я буду тебя называть братом. Поэтому, когда мы передаем в дар одного скакуна, а вы уже говорили о 3 скакунах,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каждый раз мы отделяем частицу своего сердца и передаем братскому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му народу Китая, который видит и знает цену этой лошади, цену вот такого драгоценного подарка. 他已经不是说我送一个礼物给你，而是我把亲人托付给你，因为我们之间是兄弟般的情感。那种情感已经超越了礼物的概念了。我听说现在好像中土2国在对汗血宝马的保护方面，双方在共同投入着力量，在共同努力的去做这样一件事儿。是的，2011年，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斯哈巴德成立了世界汗血马协会。中国马业协会作为世界汗血马协会的首批成员，加入了这个世界汗血马的大家庭。而且现在，除了土库曼斯坦之外，中国的汗血马的从栏量，在全世界是排在第1位的。Я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когда были заложены основы уже более та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我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资源库统一起来；第二个，我们的信息共享；第三个，关于马的这些相关的科研研究、疫病防控、人才培养也完全统一同步起来。Красных охотников, о которых мы сегодня будем говорить. Я думаю, что и то, как это все дошло до Китая, и все то, о чем мы говорим, будет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я надеюсь, такой интерес, который послужит дальнейшему изучению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наших прекрасных 今天在舞台上，来自土库曼斯坦的艺术家要为我们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掌声有请。